下来。那我想在我们很多的社区的干部，还有我们所有的乡亲共同努力之下，大家同看看啦，我呀下提来比啊，看看我后背，哇，人千人万人真劲喊动动呢，冇错，你嘛嗰个呀下主题2016年刻骨铭心鼓王争霸战的现场啦。也係客莊嘅生意態節慶地步一個重要嘅慶典咯。鼓王爭霸戰係主要愛慶祝一個花蓮最早嘅信仰中心，就係我身後嘅一個保安宮地步嘅神風野上。故所當然都係一個世界啦，就係有好看嘅鑼鼓陣條，還有一道嘅觀光客體現場。對下除咗有台灣嘅表演團體以外啊，近邊咩邀請到嘅馬來西亞，還有日本嘅表演團體來入邊，唱下打鼓，大家係唔係當期待啊？鼓手啊，唱開，上晝一個親朋好友來錄卡看電視，就算冇睇錄卡，咩冇要緊。因為哦，因為，就係也擺客家電視，喺 YouTube 沒有轉播呢，係唔係鬼特先啊？向開來聽，你嘛嗰個來去打鼓哦，我再打一ทุ่觀眾朋友唔可以哈，你嘛嗰個打好唔好？祝大家平安健康喜樂，謝謝大家什麼態度？你嘛嗰個其實跳到能練，能跳到能練啦。鼓手我行起啲表演，教本現場專業嘅表演團體好誒，來去看表演咯，共下來去哦。多年了哦，我們也想盛大的來舉辦啊，希望主委呢，明年的經費呢，能不能增加一點點？哦，這樣好不好？好，我們掌聲給主委鼓勵一下哈。謝謝主委。謝謝主委了哈，謝謝。有主委剛點頭了，主委剛點頭說好，點頭是。謝謝，再一次謝謝我們現場所有莅臨的長官貴賓親臨到我們現場，大家知道我們鼓王爭霸一年比一年還要盛行，是，明年要擴大舉辦。對啊，對，所以你看到我們今天都已經哈，剛剛一開場都有講了，對不對？國際級的都已經是升華到國際級，所以我們現場哦，大家記得是。你看，我們有客家電視台在現場直播的哦，所以現場如果大家看到我們攝影師掃過，記得要揮手，你知道嗎？過程當中好看要記得尖叫，會不會拍手尖叫？掌聲加尖叫！哇！有沒有？揮手！揮手！對。你還趕緊熱情了哈。是，當然我們在這跟大家報告，是今天晚上呢9點到我們的11點，我們客家電視台會為大家在電視裡面轉播。是在 YouTube 哈。那麼呢，這個時候呢，如果有拍攝下來，我們在第17台頻道，大家記得。所以你看，我們已經是國際級，包括今天在現場，我們的公視也在哦。是。所以待會我們全場的國際型的，我們現場的所有的觀眾水準們，記得好看要加尖叫。對。既然是國際型的晚會正式演出，因為呢，我們要配合客家電視台。當然。來，請大標題開始。請說。好，這個2016刻骨銘心鼓王爭霸戰，歡喜鑼鼓滿客情，歡迎大家入場來坐了。謝謝。接下來，首先為大家介紹的第一個開場，我們結束過，是現在正式演出國際性的，對，來自日本團隊咯。待會掌聲一定要很大聲，尖叫聲要不斷。為什麼？因為來自日本，大家知道日本有名的是什麼？是什麼？是不是有名就是鬼太鼓？我們真的是遠從日本坐飛機來，而且他們是江戶時代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在研發這個鼓陣，所以呢，今天呢，我們重金禮聘，把日本的鬼太鼓請到我們花蓮的客莊琴，讓大家一起來感受日本人太鼓的震撼。掌聲來歡迎日本鬼太鼓！掌聲歡迎他們，肉中。尖叫聲不斷，掌聲加尖叫！
现场所有的来宾，我们再次给我们台上正在演出、远从日本而来的团体鬼太鼓，掌声鼓励他们。他们现在所演出的曲码叫做《舞之颂》。舞之颂的由来，这个是诠释着我们桃太郎在战斗中被击败了，但是没有被击败的鬼变成了村子里面的守护神。这些守护神尽量守护着村子里面的平安，并且由这个鼓太郎把文化继续传承再下来，并且融合在我们的鼓艺里面，让大家所呈现了解鼓之美，在战斗之中其实是真善美的结合。再次热情的掌声，谢谢他们。这是第一段的演出，谢谢。再次给他们热情的尖叫声。刚刚有看到我们的神兽出现没有？对。那么呢，在这个诠释过程当中，要记得，他们呢出来巡视，当然一样要把福气带给我们现场所有的每一位嘉宾。所以呢，刚刚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演出的剧码叫做《舞之颂》。所以在呈现里面，当然呢，就是在村庄里面是一个守护神，那到我们人们呢是一个非常敬畏的一个心态。
接下来在第2阶段，我们的日本鬼太鼓要直接呈现的呢，也就是呢是丰富表现于呢，在这个茶屋镇是特别一个非常特别哦，因为是鬼的样貌，所以大家有看到吗？我们的神兽他们呢都是这样非常可怕的一个面具，有没有？当然要记得，在这么呈现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的面具上面哈，它有呈现于非常尖锐的面容，所以呢是红色的，那么呢看起来像恶神一样，但是他们会照着这个面罩呢来这个打鼓，因为呢他们呢祈求着，我们希望能消除一切所有的灾难，带来所有的好运，所以当然我们日本鬼太鼓今天到来要演出这个剧码，也就是呢。为我们现场所有的来宾，我们一起消灾。那么呢，祈福我们现场所有的来宾，大家一切幸福美满。掌声欢迎他们的鬼神。
苦了，辛苦了，谢谢你们。哦，啊，他们还说李正了哈，要跟大家行大礼了。阿里多，哦，谢谢你们，谢谢，非常非常的精彩哈。这样就知道了，从日本请到这个鬼太鼓，报告他们成立了30年，而且在江户时代呢，他们就。你马哥哥没播甜嘞，幕后大直击，日本幕后大直击，呀哈你马哥哥没停日本哦，还係貼法連鴉片啦，唔過頭都看到嘅鬼太鼓嘅表演，實在係鬼精彩，精彩到你馬哥哥喜歡到本人感染呢。哦，有幾多嘅問題愛問應掉，唔過因為安尼都冇人。其實我知道啊，台灣嘅鼓嘅文化真經係無所不在，用嚟講有天陽撐條對我拍，還有些時間有教過嘅太鼓達人嘅遊戲。唐公一下哦，係啊，私は。レマココです。日本から来た茶屋町の鬼の猪木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猪木さん。係其實係當上門一個面具真係喺當地影響唔講係咩？鄉親朋友唔能聽說沒有幾多嘅衣服，幾多嘅衣物，想講一個面具到底係用吧？我哋來訪問看下猪木先生到底一個面具有藏嘅乜嘅細節好冇？係。マスク、私の気持ち、皆さんの思い、自分でこの面は自分で作ります。はい、自分で作って自分の顔、自分の鬼への思い、それからこんな鬼がいるだろうというのを想像しながらみんなそれぞれ作ってます。はい。伊講啊，一個面具就係演到起卡州嘅鼓手戴嘅面具就係獨特無二、獨一無二嘅東西。伊個面具就係代表一年嘅精神。大家有聽過一個桃太郎冇？就係一個某某桑啊，某某桑有冇？有聽過冇？就係一桃太郎會打一個惡鬼，鼓手一個惡鬼啊，本人打起以後，剩呢就係山鬼，一山鬼就係演到。打撒就來呀，保衛黎民，保衛村莊。剛才還有一個問題哦，a question， yeah， 就係個太細鼓啊，奇怪到底有乜嘅特色？因為又有太鼓又有細鼓，咁乜嘅時間會打太鼓，乜嘅時間又會打細鼓咧？我哋唱一個係先生，讓我哋解釋一下到底一條鼓有乜嘅玄機提提杯。はい、太鼓の大きさは、いろんなこの鬼を表現するのにいろんな曲があります。そのいろんな表現をするのに大きい音は太い音、小さな音は高い音、そういったものを織り交ぜてこの鬼を表現しています。ですからいろんな太鼓があるっていうのはそういう鬼の表現のためにいろんな太鼓を使っています。伊講啊個太細鼓其實都代表無窮嘅意思，主要啊就係一個曲嘅旋律無窮，太鼓就係高太上，細鼓就高細上，個聲音就高。一下現場又有表演咧，我哋聽下來看一下，一下現場啲嘅表演乜嘅喲，來看咯。
第二下呢，走马街呢变换一下队形追形哈，现在要变换队形哦，因为他们第二首带来的是更精彩，更是展现力与美。谢谢你们，大家好，我是你马哥哥，听我身后的也就是马来西亚的表演团体。哇，看到特色就是演到一些阿哥的，还有一个马手哦，真紧是比你马哥哥还够强壮呢。哎，请问一下，你们就是平常有在锻炼身体吗？因为你们打鼓是不是背力一定要很好？对，我们平常练习，我们都会做一些我们的热身啊，一些体能的训练啊，一些比较会专注在我们手的训练啊，灵活度跟稳定性这样子。灵活度跟稳定性，那刚刚是不是有说到，其实还有节奏需要训练，对不对？对，我们节奏的话，我们都要从最简单的拍子哦，像单音，然后201、301、401到越来越复杂的拍子，好像重奏、1重奏、2重奏、3重奏、4重奏这样都有的，对。哦，天哪，听起来就是很复杂、都困难呢。莫怪你马哥哥抢走的走停鸦片，无法度就去松舞台去听人唱下打鼓。哎，鼓唔讲还有一个副语的一个鼓，老条都看到的鼓冇腔用。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鼓？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有很多种族，华族、马来族还有印度族，然后这个手鼓叫棍棒，它的马来名字叫棍棒，然后是我们马来西亚马来人他们在节庆的时候会惯用的一个手鼓这样子，对。哦，所以这个是手鼓，叫棍棒就错哎，哇，很有提升哎，一下舞台又开始表演咯，鼓手啊，让人看下来看一下，一下舞台都代替嘅表演嘛嘅，嚟見現場咯。
现场所有的我们的来宾，再次给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再一次谢谢我们雷鸣醒狮团，刚刚我们的醒狮有做这个采青的动作哈。当然要祝福我们这一次大会的活动圆满成功，也祝福我们现场所有的乡亲朋友们、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阖家平安、喜乐美满。再次掌声！掌声鼓励！厉害喽，厉害喽！高难度，高难度！尖叫声，尖叫声！雷鸣喜狮战鼓团是我们今年2016的人的霸主哈，就是我们的鼓王。果真如他们的名字一样，擂鼓齐鸣。哇，我们掌声鼓励，谢谢我们雷鸣喜狮战鼓团。接下来，雷鸣喜狮战鼓团要出现的就是他们大大地地的鼓阵。我们在鼓阵之中，也再次谢谢我们中央客家委员会的李永德李主委。公务繁忙之余，他必须先离开我们的会场。谢谢主委，感谢你祝福来到阿你鼓王争霸战非常好，感谢你。越来越精彩，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敬请期待今晚所有的演出团体卖力的演出，再次热情掌声。这一次呢，我们2016鼓王争霸战雷鸣醒狮战鼓团拔得头筹。现在你所观赏到的就是我们在上个周，我们16号雷鸣醒狮战鼓团夺下了这个大旗，也就是我们2016的鼓王争霸战。掌声欢迎他们！
过现场大直击。啊，神香啊，也在太极啊，跳到看那个鼓王争霸表演，就因笑面，每次都真劲动神气呢。哎，大姐，请问你是第一次来看鼓王争霸战吗？对，没有啊，好几次了。好几次了，鼓手，哎，所以你是在地的人吗？对，我们这边的在地哦。没有啦，就来这边就看看热闹而已啊。看看热闹。哎，你看起来像原住民，你是原住民吗？对啊，我是原住民啊。你是原住民，可是你是不是会讲客家话？会啊。唔會講乜嘅？我會講乜嘅啊？唔會講乜嘅？乜嘅都有啊，會講啊。是寶嘛？哇！花蓮的原住民太極竟然會講客家話，我們一起跟觀眾朋友說是寶嘛，好唔好？觀眾朋友，是寶嘛？是寶哎，是寶哎，你馬哥哥沒是寶哎，哇！那你覺得哎，今年跟去年的表演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今年較好看。今年較好看，因為有安尼感覺，怎麼會有這樣的感覺？有黑 live 哪邊比較好看？去年來啊，落水較唔好看。哦，伊講去年落水較唔好看啦。係哦，剛跳到看到個鬼太鼓的表演，有次都佢驚你冇？唔會啦。唔會哦。看。真好看哦，大姐乜嘅都唔驚，真係動厲害呢。係啊，太極鼓手去跳到失爆翻嚟到鴉片看鼓王爭霸戰係咪？係啊，失爆咗來看看啊。其實我安尼知道咩係東海休閒娛樂，因為跳到失爆就來看鼓王爭霸戰，行路小花安尼咩規劃，你講係咪係？係啊。哇，那我就不打擾你看這個鼓王爭霸戰咯，好好享受，好好享受一個精彩嘅表演。觀眾朋友，我哋來去請下一個觀眾，看看伊嘅想法係乜嘅，哇，安精彩嘅表演，我看一下 live 哦。現在慢慢走到你。你好，你本身是花蓮人嗎？不是，我是高雄人。哦，你是高雄人，我們一起跟觀眾朋友打個招呼。好，大家好。哇，所以你高雄來到這邊花蓮看鼓王爭霸戰，是，為什麼會跑那麼遠？因為剛好就是有排那個旅遊行程，然後剛好有注意到這節目，對。哦，有注意到這個節目，那你從剛剛看到現在啊，你覺得好看嗎？好看啊，好看啊，那好看啊，非常好看，有國際級的等級，有國際級的等級。哇，所以這其實到兩廳院才能看到表演，沒有錯，嘿。可是，在我們花蓮的富里這邊就可以看到國際級水準的演出了耶。對，那你剛剛最有印象的是哪個團隊？就日本的鬼太鼓。日本的鬼太鼓，剛剛的那個小學生，我忘記是什麼。小學生，為什麼你覺得小學生打鼓很有趣？我覺得他們的感覺起來就是還蠻有士氣的啦，就是說看起來表演還蠻一致的，對，而且人又多，然後看起來就感覺起來表演蠻一致的，蠻不簡單的，對。而且是不是因為他們其實就是小朋友，真的那個練打鼓很不簡單？對，而且力道我覺得不輸大人。哇，剛剛那些小朋友力道真的不輸大人。那鬼太鼓小朋友看到會不會很怕？剛剛就是看他們不會啊，他們覺得還蠻興奮的啊，都覺得看不到，他們都要站起來看。他們都要站起來看，可見這邊的表演真的很精彩。那你們玩4天，你們去花蓮哪裡玩？我們有去賞金，然後有去芝卡軒。哪邊？芝卡軒。芝卡軒是哪邊？芝卡軒是一個，對，吉安。吉安在吉安，哇！你們跑到吉安這麼遠，去玩水，都是小朋友的行程呢。都是小朋友的行程，哇！然後，所以你不是客家人？我不是客家人。那我可不可以教你一句客家話，然後就是跟觀眾朋友一起學習？就是你知道打鼓的客家話怎麼講嗎？我不知道。就是打鼓。打鼓。沒錯，客家話打鼓就是打鼓哦。
大鼓。大鼓。对，哇，爸爸真的很厉害哎，很厉害。对，哎，那我们一起喊一个口号好不好？对，就是2016鼓王争霸战，赞！2016鼓王争霸战赞哦。好，那我们一起喊2016鼓王争霸战赞！2016鼓王争霸战赞！
左困右困，上困下困，让为爱的生活都无人咯。跳到这个表演的马来西亚的团队，访问到一半就会傻傻去舞台表演。故说你嘛嗰个知道真紧东大宋，因为我入宝山不可空手而回，我知道我一定会学到一个打鼓的技巧，我能做得。不用一人算，我知道啊，其实打鼓真係無安規呢，因為講跳到去馬來西亞嘅團體啊演出嘅打鼓以外，還會演戲嗰個肢體語言動作很多，你嘛嗰個也係學唔來嘅。唔過地下做啲唱高演都係很用嘅訓練做啲鍛鍊呢。奇怪，言論還蠻鼓勵，唔歹。我成功，你嘛嗰個亞哈提啊鼓王爭霸戰跳到看到嘅場景，真係係幾多人，真係人前人萬人山人海。演鼓嘞！你好，辛苦了，辛苦了，对，不好意思，因为刚刚啊，就是看到你们表演那么精彩，我觉得。就是入宝山不可空手而回，很希望你可以再教我刚刚那个手鼓的部分，对，但是在这之前可以先聊一下，就是你们刚刚的表演叫做明朗，然后我同事他会更详细的说明，因为他是我们2个共同创作的，然后他主要的概念是由他来发想的，所以由他来解释会比较好。明朗哦，观众朋友。跳都有看到嘅精彩表演，不过我们有很多的疑问，那就让我们问一下这个石城剧团的创作人，看一下这个明朗都带黑狗嘛嘅故事哦。因为鼓是就是从我们的中国来的嘛，然后过后来马来西亚之后呢，我们就是怎样演变成现在的我们在马来西亚很发展蓬勃的节令鼓，然后再成为我们现在的石城舞团。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慢慢的摸索，慢慢的就是逐渐让自己的就是我们的技艺或者是我们的风格逐渐的明朗，所以我们取名为明朗。然后所以结合了马来的手鼓，然后我们的中国的大鼓，然后一直就是让我们的呈现出现在我们石城舞团的样子，这样子，对，那就是明朗。对。哦，所以其实这个明朗主要就是石城舞团的精神，没错。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刚刚这个手鼓啊，除了这个手鼓之外，刚刚还有大鼓跟一个长形那个乐器的演出，那个长形的乐器是什么啊？那是我们就是在马来西亚很常见的原住民的乐器，然后它是一个竹筒子，然后里面呢加了很多那个海边的贝壳的碎贝壳碎，然后所以在摇动的时候就呈现那个海浪拍打的声音。海浪拍打的声音是因为马来西亚就是本身其实算是一个海岛国家，所以你们想做这样的呈现吗？对，没有错，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就是除了多元民族嘛，然后除了马来民族之外，华族，然后当然还有我们原本的原住民，然后所以说现在这个乐器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乐器，它就是里面是那个贝壳的罐子，对，然后它就会摇动的时候就会呈现出那个海浪的声音，然后让我们就是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哦，这个乐器也跟我去真紧迄龟体片呢，不过啊，更较有兴趣就是那个手鼓、那个手鼓跳到更多那个手鼓的部分。那可以就是麻烦2位教我这个手鼓到底要怎么打吗？这个手鼓基本上就是一只手拿，一只手拍。然后鼓的话，我们就简单的分成鼓腔跟鼓心，腔就是口腔的腔。OK， 我们打鼓腔的时候，我们基本拍打就是用我们的手指轻轻的拍。鼓心的话就是用我们的手掌，然后手指是连带轻轻的拍，就是很自然的拍打。对，这样就形成一个旋律了。对。哦，那如果就是所以这是鼓腔。鼓腔是旁边。对。哦，谢谢，这是鼓腔。是用手指轻拍。对，拍，轻轻放松的拍，往下一些。对，你的这个手指的关节这边靠着鼓边。然后轻轻敲，放松一点，手指放松一些，让手指放松一些就可以了。手指放松，对，尽量放松。再往下一些，好，再往下一些，再往下一些。你这边要靠到这里 ，OK， 好，打，轻拍，对，再来，对，然后另外一个鼓心就是你的手掌打鼓心旁边一些，然后让手指轻拍鼓心，它就会出现一个啪啪啪比较爆裂的声音。啪啪啪，好，我试看看。对，好，非常好，对 ，OK， 然后鼓腔，
鼓心，鼓腔，心，腔，心，腔，心，腔，心。天空啊，落水哟，阿妹呀，带点烈马来到行水边，行水呀，亲又亲，哎，在水中，哎，游来游去，哇！观众朋友，哇，这个也个乐器真劲过天片，跳到韩创的艺术天空落水，真劲过天片哎，哇！哎，请问一下，那我还有一个疑问，不好意思，再耽误你们一点点时间。对，所以为什么你们叫石城鼓团，是有什么意思吗？其实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属，叫柔佛州里面的一个小镇，叫巴祖巴峡。可是，在马来文名称里面，它叫巴都巴哈，意思就是翻译成华文就叫凿石城，凿开的凿，石头的石，城市的城。然后我们取名为石城，因为我们都是巴祖人，就是石城的人，在那里出生，在那里成长，在那里生活，所以我们希望从我们的地方出发，把我们想要表现的东西带出石城，以石城为名，把它带出石城，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对，所以石城就是我们出生的地方，我们的家乡。你们的家乡就是石城，所以就叫做石城鼓团这样子。那马来西亚有客家人吗？你有看过客家人或者跟客家人相处过吗？客家人，我有好几个客家朋友啊，他们都是蛮勤奋的，然后做生意方面都蛮强的。对我们印象来说，客家人就是做生意的料子。做生意的料子，不过你马狗狗呀哈雷州主持你呢，哇，那真的很谢谢你们。好，一样，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下次可以再来台湾这个宝岛，来这个花莲，来参加鼓王争霸战。谢谢呀，猪。
一首鼓味横韵一曲，带出了这个鼓声的肢体舞动融合，敲击鼓阵的声音，振奋和跳动的旋律，让生命万象像风筝一般的震撼力量。但是这些媒介里面，我们看见鼓的力与美，与大自然共同谱出了浩瀚的乐章，浑厚的鼓声，震波的前进。我们看见了鼓声的韵味，品尝了鼓声的细细。但是这些让我们也发现了鼓与心灵交汇之间，我们品味了鼓味的横韵。我们知道鼓棒跟鼓棒之间是气定神闲，来自四方。当鼓棒合十时，中间的叫团结。所有的鼓队必须全部有着团结一致的默契，才能把一场鼓艺呈现在大家的眼前。宋昆古镇，他们的来自于2003年，这个以鼓为主题，慢慢延伸各种类艺的传统表演艺术里面，他们融合了热情与坚持，积极地开创了多元艺术的结合，并且以专业的团队为宗旨，所以走访了澳洲雪梨、新加坡以及大陆各个大小的电视冠军节目，都继续在国际舞台上活跃。他们希望让台湾的鼓艺走进全世界，走进国际化，因为宋昆古镇即将呈现大地之母。
我们宋坤传艺。一场古镇，我们看见宋坤的力与美。走入国际线，相信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挑战。不管是澳洲雪梨或是新加坡，但是他们的信念里一直有着台湾是根，必须将古镇传入在台湾的传艺之中。所以他们把这一场精湛的古镇演出呈现在我们2016刻骨铭心鼓王争霸战。再次欢迎我们的宋坤传艺古镇呈现。呀哈，你马哥话就会请一个最重要的大人物、大人物咯，向下来听你马哥哥去看看那系马啥来去哦。玛利亚，
先老观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好不好？嗨，大家好，我是玛利亚，我现在因为在赶妆，待会要准备上台了。哇，赶妆要上台，除了今天当主持人以外啊，你等下还会压轴演出，嘿没？对，就是前半段有主持的动作，那现在在赶妆，整个就是全副武装，所以待会我要上台去打战鼓。打战鼓啊！哎，玛利亚，其实我有一首歌要送给你，你可以站起来跟我一起演绎这首歌吗？就是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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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哎，怎么了？因为这首歌对我很应景，对不对？对，我有听出来。你有听出来？因为你要唱哈利路亚是圣母玛利亚啊，可是因为我是玛利亚。台湾的玛利亚不能加圣母，对，准备错歌了，是不是？所以要换一个。不过为了有下次的机会，我下次再换一个。听说今天玛利亚没有准备艺术歌曲要送本来哦，嘿唔嘿？嘿。好，那我们要一起来唱一次吗？好哦，那我跟他唱好了，我跟他一起唱，我们两个一起唱，好不好？一起唱，好。来，1、2、3，天空啊，落水啊，阿妹啊，哈哈，你不要一直骂，来到航水边，航水呀，情又情，在水中游来游去。你觉得我现在有没有像天空啊，落水啊？有，我很热情，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能量，你知道我要准备上台了，所以你看我现在整个就是有落水的感觉，有落水的感觉。我们有，我们观众朋友其实也很期待等一下玛利亚的表演呢。是因为我现在很紧张，因为前面主持现在要整个就是时间快来不及了，这样对，所以待会马上又要赶快冲上台了。等一下，马上冲上来！哎，真的身兼多职，又是主持人，大家又会送去打鼓啊。对，所以没办法，因为大家就是表演艺术工作者，什么都要会。对，所以我们要能说能唱能跳，整个都要来，没问题的。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等待我们精湛的演出哦，非常好看，敬请期待。玛利亚会全力以赴的。除此之外，其实我今天有准备一个礼物要送给你。你要准备什么礼物？你要给我惊喜吗？这是惊喜就是等一下表演呐，希望嗡来，加观众一来一到，所以今天送你这个嗡来。我忘了，对。你看他送我旺来，对不对？我大旺，但是呢，你送我一颗旺来，对不对？我有准备要送你，你送我一颗旺来，对不对？对。我有准备礼物要送你哦。准备什么礼物？好。跟我来。对。你送我一颗旺来，对不对？对。我准备了1车的旺来要送给你。哦。当然，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客家电视台大旺，你知道吗？大旺。对，所以客家一哥。多亏有你了，对你送我一颗旺来，我送你整车的旺来，真的哦，玛利亚真感动用心呢，哇！那你等一下会表演几首歌？待会我们因为是主曲，就是整个鼓曲有分段，那把它串在一起，就是有差不多10几分钟都是在打鼓的演出，包括还要跟观众玩啊，做互动啊，做互动。对。什么样的互动？就可能会就请随便台下的观众朋友一起来打鼓这样子。我觉得打鼓真的不简单呢。你看，除了要打鼓之外啊，你们还有很多那种舞蹈的动作。对，就不是只对那个鼓负责，其实对观众朋友也是一个。我们要把所有的张力啊，就是第一个观众的视觉效果，我们的力与美一定要呈现给他们的亲临感受，要给我们乡亲朋友们，给观众朋友。对，那我们就等一下期待呀，给玛利亚演出。那我们就谢谢玛利亚，谢谢，感谢大家，我要赶快去准备了。OK，拜。哇，玛利亚真劲，可以来匆匆去匆匆。呀哈有天从的观众朋友，弟弟你好。你是就是来这边看《鼓王争霸战》吗？
你第一次来吗？来很多次了。来很多次了，所以你是花莲的在地人。对。你是花莲在地人，那你之前参加过的鼓王争霸战跟今年的，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今年的比较好看。为什么今年的比较好看？为什么？有玛利亚。有玛利亚鼓手，观众朋友唔系冇看到真劲大送诶，等一下玛利亚就会压轴演出喽！哇，所以那你等一下会在现场看吗？会啊。你是会讲客家话吗？你是不是客家人？一半是。一般客家人，哇！你嘛嗰個安利會一扭就扭到一個一般嘅客家人嘅聲音呢。那你會講什麼客家話？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不是客家話，係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哇！懂得認識嘅小朋友哦，一下舞台表演就會開始了哦。我哋看下來看舞台都帶幾個表演嘛，給我們一起來跟觀眾朋友說，我們來看舞台表演好不好？來，一起看哦。
人家说鼓王争霸战，看什么？看我们各位武将的精神。这些武将来自于哪里？你知道吗？拜托神风呀，我们哈嘎天使做的收视长虹，连马哥哥的粉丝团破100万，拜托神风呀！观众朋友，节目都追迷咯，係唔係知道今天嘅表演幾好看啊？冇看到嘅朋友唔怕嘅，8月1號還有重播，喺 YouTube 未做得看到哦。聽你一下追嚟看一下昨天嘅亞洲表演呢，聽你留一個表演現場高本舞台，向下嚟看咯。那邊沒有聲音，瑪利亞，瑪利亞，讓我聽到你的聲音，瑪利亞在哪裡？一次。慘嘞，我頂按部冇吃飽，晚上沒吃飯。瑪利亞在哪裡？在那裡看到了，來，我們掌聲來歡迎我們9天的台柱瑪利亞，她讓你看到我們台灣正頭電影裡面的原音重現，她要讓你告訴所有的好朋友，12大莊節慶鼓王爭霸戰在花蓮，掌聲來歡迎我們的瑪利亞。信众了才会说吼，只有只产业链就该头啊。合法的无比拆体啊，爱工厂机面会拆啊，两袂全摸咧啊。
新年24时，28年暗晡6点，台电村民台飞就下了关系，回了尊。第一次要参观涂鸦大师的灵感。